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福氣來嘅時間咯，我係高本。唔知大家有食過，也係講行過一種水果，叫做黃金果呢？假使講到冇嘅話，接下來絕對冇轉台哦，因為我哋請到專業嘅農民朋友同大家來好好分享哦。馬上來分享，我哋來自山南嘅辣椒公主廖子涵子涵。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廖子涵。哇，子涵歡迎來到節目地位。子涵，頭都講到來自山南嘛吼，山南嗰邊係咩？全部都大部分都係行業。你自己本身係山南嗰邊嘅行業嗎？我係屏東松子行業。松子哦。我爸爸係嘅，我媽媽是喺高雄山南行業。哦，嗰時媽媽喺嗰邊山南行業，唔爭去睇山南，嗰時更加也行睇山南咯。也問喺啲屏東。哦，喺啲屏東。係外賣屋嚟，外賣屋喺屏東萬達。哦，嗰時。屏東萬達喺睇下做生意啊掉山南嗰邊，我過去嘛，係講山南嗰邊還有其他嘅工作。我過去啊，過去做事啊。過去做事。係啊。你一禮拜會過去一多轉啊？一萬一轉兩轉。一轉兩轉，哦，你都打做去到山南唔睇我親戚還真過到屏東咯。現在是因為還沒有農忙，如果農忙的話，就是每天幾乎都要回去了。哇，你明年你做哦，冇想講喺嗰個一兩年這樣處理喺度這樣過來安尼嗎？今年會，今年的農忙開始就要住那裡了。哇，按摩下哦，平時都媽媽睇嘅嘛，係爸爸？媽媽。哦，喺山南嗰邊種嘅係黃金果咯。係錯。哦，講到一個之前啊，先來了解一下，本身你開都係種黃金果，嗰種韓式都係農民嚟嘛，韓係講這個有出去做其他嘅工作，這有一個機會之下，這轉過來做農夫嘅呀。我之前是做科技業的，科技業之後回來跟媽媽一起自營就是食品原料商，對，然後後來因為外公外婆年紀大了，他們已經做不動了，然後回去就叫我媽媽回去幫忙。那時候我們家都是種檸檬，一整區的檸檬，一甲地的檸檬，然後之後因為檸檬的價錢不好，所以才一半改種黃金果。嗰時唔算係第三胎咯，第一胎阿公阿婆今年種嘅係檸檬，到媽媽嘅時節，本咗講兩片，一個種檸檬，一個種黃金果，到5嘅時節接樹嚟做天樹安尼嘛。然後頭到安尼吼，咩唔錯嘅，人家覺得唔講這個係科技業嘛，頭以前啊做科技，然後可能人家外形輕鬆吼，係做時尚嘅櫃姐啦，也都唔像嘅科技，甚至講唔像農民咧。係啊，都多年人講嘅。嗰種這個對於這個一個外觀啊，吼，也係講有一個特別的一個理念堅持嘛。對，本身比較喜歡愛打扮嘛，女生嘛愛打扮，然後就跟朋友出門，當然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後回來務農，當然不能放棄我這個太漂亮的樣子啊。嗰時候下去做些時，睇眼內裡邊做些時，一定都全部包得緊緊，包得好些好些。就剩下一雙眼睛，對，其他都包起來。因為嗰度人哋共用有什麼嘅農民朋友嘛，給人講，哎呀，真是如果做些時又太黏，又感覺太黏你，冇包吼又做唔得，因為只要陽光下，因為農民都是一定會曬到日頭嘛，曬到一下半下哦，馬上都烏黑的。係錯，我嘛是要烏呢。唔過唔看可能唔會啊，保持得很好。對，像今年因為忙我的梨核，所以沒有夏天種辣椒，所以我就有白回來一點。可是現在黃金果要採收了，可能下次看到我又變黑了。係哦，哇，真是當忙辛苦。唔過講到轉來吼，這個幾多路卡我來聽數媽媽過去安尼聽數1久呀？3年，今年第3年。然後3年啦。111年之後回去的。幾時就有同媽媽聊過，也係講過，同媽媽講過，到幾時就做媽佢會現在講，我來鄭州的時候現在黃金果一種水果，個特別的水果呢？那時候他是跟我阿公有問他有沒有想要種什麼水果，那時候檸檬還很多嘛，說因為老樹了要砍掉。因為那時候媽媽有吃到黃金果，她覺得它的風味非常獨特，她一吃就愛上了，然後就跟阿公說，她覺得黃金果是很好吃的水果，想要種黃金果，然後就跟阿公約定好要種黃金果給他品嘗，對，所以才選擇種黃金果。可是，在種植之後，還沒採收，我阿公就過世了，哇，所以他就沒有品嘗到。
真很可惜。哇，对呀。本来想讲，总本阿公吼，可以思考那些人能这个种出来有以后是结果没想到很复杂，阿公都离开的。对啊。你这个喏，你这个应该妈妈安尼种，应该晚些是王英哥还是都台的吧？没有呢。没没有。我也是我妈妈接触种黄金果，我才吃过黄金果。你第一摆吃到的时间刚过还那种版。我会觉得，这个水果吃起来，为什么没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什么外面买不到？我会这样想，这样妈妈选择种这样水果，好像选对了。因为毕竟外面都吃不到，算少稀少。那我如果把它拿来开发的话，做成水果就是礼盒市场，应该会很受欢迎。我是往这个方向去想的。对，所以才想说帮他就是往销售，就是开发礼盒这个部分去研发。对。当然来讲，其实这个更加天数妈妈那个部分吼，那个农事的部分，系大部分属于中后端，还有包那个行销啦、包装设计那个部分。其实真实的田间管理、农事那个部分，喺规模hạn的时间，也要下去了吼。会啦会。唔系最主要的部分。不会最主要，因为毕竟他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了。对，那之前他没有买机器的时候，就是撒药机，他会比较麻烦，就要有人帮他开水、关水啊、拉线。那现在买撒药机了，我们的线可以拉比较远，他就不用我帮忙了，他就可以自己独立完成。所以他就是需要我的时候，就是套袋，跟采收、包装。这些需要我就一定会回去帮忙。原来安尼。不过唔只是这个来讲，之前唔系讨教嘅相关的课内的从事的工作也唔系农事嘅部分呢。归去之后，又同妈妈学，也系讲这个又参加去上人哋讲嘅农业太好啦，沙期太好，也系讲专门去抢高农事的人员能也个。黄金果也系讲其他的农事应用蛮进行，你有去再去学习吗？有啊，我参加了屏东县的农业大学。我一开始也是有点害怕，因为我没有接触过农业，完全没有，是个农业菜鸟。然后我想说，一进去有刚好报名成功，一进去读农业大学，其实学习到还蛮多新的知识。是农业上的，因为毕竟农业大学要报进去也不简单，需要很多资格，层层的那个通过审核才可以进去。对啊，那边也有专业的老师分享我们一些农业上的基础，就是农药田间管理、农药的怎么调配，还有一些杂草、病虫害防治，他都会教。所以其实对我一个农业菜鸟来说，收获很大。教的过详细，也对基础开始一步一步教你哋古常唔可以讲人哋对个有基础的人系个有利，对人哋冇基础的人可能更难，唔会其实对头当面都安尼教。安尼quite好啊！这个去学一个接触一个农业之前妈妈冇人讲可以鼓励听书冇，喺安尼问嘛。睇问嘅时间，这个喺思考的时间会唔会有挣扎？因为以前做的工作喺科技呀呗。对于农事来讲，係一個陌生的環境。慢慢問你的時間，你自己內心有沒有掙扎？有啊，很掙扎。因為我當初，我說真的，他在種黃金果之前，我從不下田。他就算每個禮拜回去幫忙阿嬤、阿公採檸檬啊，幹嘛的，問我要不要回去幫忙，我都說不要，我不要曬太陽，很熱，我都說不要。所以那時候他問我要不要回去幫他賣黃金果的时候，我真的很挣扎，因为你去了就要变黑啊，对啊，所以我还是想了2天才跟他说好，我帮你，因为他真的需要我帮忙，家里没有人可以帮他。嗰种係媽媽同講嘅時候，唔考慮嘅叫喺媽嘅年齡中，真是會幫你下定決心佢，喺看到媽媽佢辛苦嘅個身影嘛。也是啦，他是真的很辛苦，因為他是只有一個人。一个人要做1甲地这么大的田间管理是真的很辛苦。哇！因为他有一年他采收真的采到，他一回来就说我快累死了，我快累死了。我想说到底是有多累，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没有亲身体验，没有办法去体会他的辛苦。之后去帮他那一次帮他之后，就真的好累哦，真的太累了，又热又闷，然后又要搬重，真的一个人真的没办法。所以想说，我就是从那时候就下定决心，就开始
就以后都是我会帮着他。嘿，以前迄妈妈伊咧念，啊，几日之后2-3块付上来天数诶，真是 TV 都妈妈给时间的辛苦嘛。这个来几多卢卡天数之后啊，虽然讲这个有做心理准备诶，在上课的时间，会唔会有个其他农民朋友也讲在这个在做些接触到农本人的时间，他讲，可能人家申办吼，唔係像人的一般的农民啊，做的来哈，会不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啊，或者是不给予肯定的？会啊，很多就像一些比较长辈，他就是说，妹妹你这样子看起来就不像农民啊，你确定你要务农吗？我说对啊，我们家里是务农的啊。我说看你化妆化成这样，指甲油又擦成这样，指甲那么长，怎么像务农的？你应该不是吧？他就非常质疑我，所以其实那时候我还没有刚踏入，我其实还非常没有自信的，因为没有办法跟他们争论，你知道？所以后来我是因为了要赌一口气。我说我就做给你们看，我这样也能下田，我就真的去自己去从事农业，从头到尾哦，从开始耕种到采收、出货都是我自己，我都可以完成，所以我现在非常骄傲的说，我可以，我是农民。以前咧，今年讲的时间无法度好反驳嘛，大家都讲，唔可以听对我来看一下，等一下我先换装一下，睇演的底位同演的 no 位係2個不一樣的，对，完全不一樣。係啊，會反播的時間，我要做得到，搬貨什麼都可以。可以，我們差不多辣椒一箱20公斤，我都是這樣，一天搬好幾箱，對啊，都我自己再去積。哇，真是一單蠻厲害呢！嗰時候頭談到講有辣椒誒，我在介紹的時候有講到說，因為我哋要講有嘅愛好，揾到3拿嘅辣椒公主。嗰時候媽媽盧卡還有除了黃金果、雷旺之外，還有種辣椒誒，還係辣椒誒係菜外嘅啊。辣椒是因為我讀了農業大學，我覺得我需要有一個，就是農業大學出來之後要有一個作物是能代表我的。哦。對，因為這樣子我才能順理成章的說我是真的有參與過這個從頭到尾務農的經驗，所以我選擇種辣椒。因為我經過一些就是評估市場分析，就是看它每年的，就是拍賣價格都還蠻平穩的，市場需求量也大，所以我就想說，那種辣椒，種辣椒有分草甸椒跟大辣椒，有選，可是價格都一樣哦。你當然會選擇種大辣椒，因為它又長，又厚，比較重，夠粗，價值也夠厚。對，一樣的價格，當然是要選比較好採的嘛。因為草甸椒又小條又輕，很難採，所以我那時候就選擇，那我要種大辣椒。哦，原來啊，嗰種會不會種啊有升級的，有升級的，他家嘅本人嘅愛好很多辣椒公主安尼嘛，真是有哦，外形有像，人家實力也有像，嗰種很搭配一個愛好。觀眾朋友，原來嘅知下嘛，其實一個公主嘅愛好係安尼來嘅，唔過還有那條特別的故事、神奇嘅故事呢，也休息一下，繼續同大家講哦。前面之前有講到，樣板上嘅幾多落下來天數嘅原因，唔過到底乜嘅係黃金果一種水果呢？繼續嚟請教一下之前咯。之前黃金果到底係哪一種水果？唔可以同人哋分享一下嗎？黃金果它是屬於亞馬遜和亞熱帶的植物，它是因為從那邊就是運到台灣來，然後經過我們台灣農民的嫁接，所以它的技術非常好，嫁接成我們的原生種，然後後來又用原生種再嫁接成就是不一樣的品種，就是它會演變得越來越大顆。哦，對，所以市面上常見的都是原生種，原生種的形狀就比較小顆，它有橘子大小這樣子。然後後來我們使用的果苗就是屬於嫁接種，就會變得比較大顆，可以到1斤2斤這麼大顆。對。係啊，我印象地都我哋人家本人認識的啦，吼，無像人自家更加帶過來個安泰了，係個細粒與細細的，唔過今年釋放來啊，我印象地都釋放來果釀，一種水果鐵色都幾釋放來果釀，果膠果度係咪？
对，果胶比较多，所以后来我们嫁接过的品种的果胶就没有那么多了，就会没那么黏，吃起来会比较好入口，不会黏嘴巴了。不过其实个铁色都迄个果胶，应该讲果胶嗰度够好啊，安尼。变那个贵社会化，你还会没有怀疑说，你人家个黑莓品质唔好啊？应该不会，果胶它只是存在它的果皮的表面而已，跟果肉没有关系。我们果肉它其实有很丰富的维生素，对，还有非常多的，它可以美白，还有增加你的皮肤的韧性，就是胶原蛋白之类的，对。讲到鸦片，其实有某个贴配的偏开啦，也係講蟲開嘛。会啊，会有蓟麻，蓟麻果蝇都会叮啊，所以我们在它小的时候就要先套袋，就是避免果蝇跟蓟麻去叮它。对，它叮到之后就会留一个痕迹，它长大之后那痕迹就会一直在，那卖相就会不好。对。那硬即個有迄個想法咯，講看下先講大家啦，吼，講唔做藥酸咧，就既然講佢強曬強黏，迄唔係講人哋可以用迄個嘅補棚嘅安尼帶盾嘅。像是一般人看到的像黑色网袋那种，就把它果树罩起来。你还没就不是那一类的保盾嘞？包它是为了要让它防虫害。如果防热的话，我们还会用另外的防热的方式。我们之后果园会规划像你说的防热网。对，那是后面的规划，就是让它有一层隔热。可是不能用黑色，因为黑色会吸热。嗰時候也係強用，尽可能的不给晒到那条，它还可以折射大部分的。对，可以减少一些阳光的直射。对，这后面还是会规划，就是尽量让我们的水果能够100%都可以有采收。这样。有时候头都按那糖公公讲捏，因为散热的时间，替在上班还蛮给你对吗？没隔热啦这些，他就说还会帮你吹天山。要哦。还有，我们采下来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让它吹电扇。没吹人伊哦。它成本太高了，后面可能需要多赚一点钱才有办法。嗰種有嘅黃金果樹下來時候，佢有嘅保存期限會幾久嗎？它可以放1個禮拜。它是 no 不然呢？就是常温，常温可以放1個禮拜。你要放到它的尾巴、屁股的地方，就是有一點黃了，全黃了，就可以吃了。如果你想要可以吃久一點，不要那麼快就吃完，你就先冰冰箱，延緩它的熟化。對。難得嚟到有嘅節目地位啊，也想強調一下之後，你對黃金果貴熟嘛哈？除了按你打槍式之外啊，我哋黃金果還有哪條嘅使用嘅方式？可以做甜點啦，還有哪條可以做料理啊？我們黃金果的果皮啊，可以炒菜哦。炒菜？對，它的果皮是不是很厚？它切起來吃起來 QQ 的，炒菜炒肉片非常好吃。下次有機會可以嘗試看看。真是的呢，都唔講佢含有豐富的果膠嘛，係咪講佢可以嚟做是採用嘅嗰種人講豬皮啦，有講魚皮嘅料理呢？下次來研發一下。失敗上衝嘅好。佢除了按你含嘅，一般嚟講，佢可以打果醬嗎？可以啊，黃金果我們可以做成冰沙，做成冰棒，對，都可以，也可以搭配一些百香果醬。檸檬汁這樣淋在上面一起吃，風味都非常非常好，都不一樣。因為其實這個本身的蜜頭冇鬼重嘛，可以很適合搭配其他的水果。哇，他們好厲害的一種水果呢。個睇到有講到嘅辣椒嘅啦，還有檸檬啊，可能根本也帶來幾多其他的東西，也全部可以同佢好好收集一下嘛。大部分啊，剛剛嚟青椒都係檸檬呢。基本上這邊有檸檬相關的產品，就是檸檬果乾、檸檬蜜餞，還有我們自己釀的檸檬果醋。給吃哦，唔係我覺得係酒呢，因為剛開始種酒乾的啊。乾啊，所以幾香哦。係啊，一般來講，可能平時在吃吼，係從細長的罐子，怎麼跟你會特別先有個可能從酒乾的？就是要讓人想不到啊，這樣才能吸引年輕人的目光。對啊，他看到不一樣的東西，他們才會多看2眼嘛。這是行銷上的心理學。對，有好多哦。你有個檸檬吃有某個特別的地方嗎？我們的檸檬就是我們自家做的檸檬嘛，我們不是用外面的果汁加果醋下去調和，全部都是
新鲜柠檬下去酿造的，所以需要酿造1年的时间啊，还会等1年哦，哎，才有办法开封装瓶。哇，我说说的都要给也莫简单，一天会等1年。对对，所以我们每年就做那一次，对，就限量的。限量哦，安尼一天会好好同人先煮稳一下，才会吃得到安尼。无如真是要凭运气，这样煮的都要给好吃的柠檬吃。啊，有要给柠檬吃，有可能讲你能做1年啊，大概的时候发现到讲佢嘅失败，有要个经验冇？基本上没有哎，我们已经做好几年了，我基本上都是之前都是做自己喝，对，现在才把它拿来做成商品，对啊，因为有人家是到的，就讲哎呀，按好是你能有卖冇？安尼鼓励你能出来卖，啊，除了要给吃之外，要给呢，要给该不会也是中料吧？那是柠檬的清洁剂啊，还有按细罐按等一下嘅。按一细罐的哦，哦，我说要给柠檬，按会不会要给呢？贴片还是要给礼盒吗？对，全部都是柠檬相关的礼盒，柠檬清洁剂、柠檬果干做成的礼盒。哦，哎，要给包装拢贵等一下呢，嘿，你这个设计还是抢人设计的？我自己设计的。嘿，你设计的哟？嘿，对，所有的图都是我自己画的。哦，啊，你这个冇学过要给hand貼去學設計嗎？没有特别学，就是看自己的美感。双方的也是有天分啦吼。啊，之前啊，你这个睇设计那个就有那个这个路卡个理念也讲精神，你有把它画在一个包装底部。其实会做礼盒是因为同学刚好农业大学的同学，他们就硕士班有一次要校外参访，就问我说：“子涵，你们家现在有哪些产品？我想要送给我硕班来屏东参访的同学。”我是说我们家现在只剩下柠檬，柠檬可以吗？他说柠檬，那你有办法把它变成礼盒吗？我说礼盒好，那我想想，我就想了几天，就开始执行，把从无到有，就花了20天，把它做出来。那个纸板都是我自己割的。还有图啊、设计、瓶子都是我自己找的，就是20天把它做一个礼盒出来。我说讲头摆可能有个内蒙吼啊有失败嘅商品啊吼产品，但是冇多，甚至为了要给给提出来的一个建议，你就想办法编做一个礼盒出来分给。哇，按你有同佢同学讲无？当然唔啦，不过按麻烦，还会面都按到东西也算是一个贵人啊，他就开启了我另外一条路了。对啊，因为我才要能把我们家所有的商品变成，就是实现它变成一个商品化的概念，不然通常都是自己吃，送亲朋好友吃，没有想过要把它拿来当商品卖，因为它这个要求让我把它实现了。对啊。睇下过程之中，这个有感觉讲有quite困难的部分嘛？除了讲这个设计一个包装之外，睇下个行销做一个礼盒部分，你这个有感觉到有那个够挑战的部分吗？挑战就是客人需要客制化。他说我这个假设清洁剂，我想要送给某个单位，我需要用我们公司的名称来送礼，那你可以帮我设计我自己独立的贴纸嘛？对，所以我就会帮他设计他自己公司独立的贴纸，就是印上他们的 logo， 印上他们想要的字，然后当成伴手礼送给他。就是短时间我会帮他完成，一个礼拜要交货，那个真的是非常赶，1个礼拜就要交货了。啊，你应该有一天的量，唔知有法度叫出一个客制化，冇跟其他的唔行可以贴喺同一设计版唔来吧？基本上要40个以上，就40个礼盒，我最多就是一次出150个，3天出完。全部係你自己嚟我自己搞，我妈妈、我老公都下来帮忙啊，不然做不完啊，要包装、要折纸盒啊，真的做不完。我那3天都忙到半夜，才有办法赶出来。对我们来讲吼，做一个礼盒係一個肯定啊，吼，一個成就。但係講也不能規模規可以的事情。我還一種田呢。你一個禮盒啊，我哋講你自己還有去做一個品牌，係因為一個禮盒之後本有一個啟發，常去做品牌，還係原本你自己就有做品牌一個想法的。沒有之前是媽媽說要賣黃金果，我那時候就想說，既然我要賣這個東西，它是長久的。果樹一長可以長20年，它當然就是長久的。那我不可能賣給你，你要找我找不到人，你要跟誰買？
我当然是礼盒出去，我要有明显的 logo、明显的标签、明显的让 QR code 让人家回购。所以我说我既然要卖，我就要做品牌，让人家找得到我、认识我。对。嗰時真有一個想法講啊咧，作為咧品牌就可以將人哋禮物也好啦，吼黃金果也好，全部包好啊，睇地杯，啊日本大家信任自家嘅品質。原來安尼，人哋志涵真是大忙無簡單咧，佢這行係做一個包裝設計，很成立嘅品牌。啊，不過成立品牌真是要按簡單下，見到精彩故事，休息一下，再來同大家分享哦。前面有講到志涵用愛去成立一個品牌，不過喺繼續嚟講一個品牌故事之前，我想繼續強調志涵一件事情，條聽表嘅人呢，志涵條唔少嘅按到禮物啦，黃金果，但係呢最有名嘅一個愛按到山拿嘅辣椒公主，嗰種除了種嘅好嘅品質嘅辣椒之外，還有做貴厲害嘅辣椒醬係咪？條聽表嘅中間嘅。只合嘅同埋凍燉嘅，有冇看到？你嘅兩罐辣椒會同人設計一下好冇？好，我們的辣椒醬都是純手工炒的，對，有分素食跟沒有素的。對，嗰時伊咧有加蒜頭，伊咧冇加蒜頭，安尼嘅差別。啊，係唔自家做嗎？係自家種，我媽媽炒。媽媽炒對。等一下我聽到嘅，等一下唔種媽媽炒，媽媽行去種黃金果，因為同天數做地方館，更加要嚟炒辣椒。媽媽我唔同講，奇怪以前嘅洗條搶一行種黃金果，唔開嚟之後仲係咩咧按到嘅洗條嘅，等到鬼磨痕咧。因為媽媽之前炒辣椒醬都是炒來送人吃，我現在幫她研發這個辣椒醬開發這個品牌，我媽炒了是拿來賣錢的，不一樣哦。佢用按度洗條，唔過頭擺喺洗條喺做嘅本人家是人人做分用嘅，更加喺韓國係賺錢差別嚟呀。啊媽媽又同講過，有嘅嘢唔可以炒啦，但係我可以前面嚟聽書冇，冇媽媽會按你講嘛。對啦，我們會增加設備，就是近期會慢慢增加設備，就減輕他的負擔。媽媽只要都動口啊，冇動通書啊，對啊，盡量可以就是慢慢的增加一些自動化的設備，對，慢慢的做。嗰時頭到前面嚟講，禮物啦、辣椒嘅黃金果全部都聽有個品牌帶下嘛，都買得到，都看得到。你成立一個品牌啊，伊咧向上嘅，真冇簡單。成立品牌係咧冇簡單嘅事情，人弄啲嘛。睇下過程之中，你自己有遇到乜嘅困難啊，還係講有乜嘅貴人同人聽數冇？基本上都是我跟我老公兩個去擺市集，因為要讓品牌增加曝光度，就是要讓它出現在各個大小的市集裡面。像我去參加農業大學，我每次去參加什麼記者會、開幕典禮，我都一定會拿着我的牌子，優果多，就讓它出現在熒幕前。然後像去擺市集也是，就是要展示我們的品牌產品，介紹給現場的消費者，讓他們因為人跟人之間的現場介紹是有溫度的，不是像說在網絡上下訂單這樣子，那是沒有溫度的。所以你要跟人家有近距離的接觸，介紹我們的產品，我們從哪裡來，他就會記得你，下次他就會變成你的追隨者，你到哪裡，他就會到哪裡去跟你買。嗰時講能做一個品牌，其實最大嘅問題係講用辦將能這個品牌名聲推廣出去做行銷一塊。嗰時能積極的去參與講一個實習啦，也係講發通嘅部分嘛。能實習啦去參加最遠走的那一啊？最遠到新竹到新竹哦。北埔剛好是北埔鄉公所邀請我們參加桐花季，所以我們就很榮幸的受邀去北埔桐花季擺市集，對啊。人做嘅按度轉嘅事情吧，有乜嘅喺地邊發生過神奇嘅事情，係啊，係講遇到過特別嘅人客冇？有啊，有的客人是我每一場市集他都有來，每一場他都看，因為我有粉絲頁嘛，他都會追蹤我什麼時候會在哪裡，所以他只要看到我粉絲頁發訊息，我今天會有預告，我會在哪邊出現，他就會來給我買東西，每一場都來，我就覺得很貼心。我說，我每一場都有來耶。我說下次他買東西，因為我們會有
讯息订购，他就是用赖跟我订购，对啊，请我寄过去给他。哦，等到唔像银行嘅，等到像朋友像样嘅热情嘅粉丝哦。对对对。之下，这个睇做有嘅推广品牌行销部分，已經算係幾熟絡嘅嘛吼。啊，唔過有嘅應該有一花幾多嘅時間，唔係用辦分批講，硬去做農事，唔可能有種辣椒嘅，或行去聽數黃金果，甚至有嘅時間行去聽數雷芒果有嘅部分，唔用辦睇下嘅工作之中分批這個嘅時間，喺行銷嘅時間較多呢，行去講從事務農嘅時間較多。像我們果樹都有分季節性，5、6月的話就是黃金果的季節。到7月份採收完全完畢了，就接着是檸檬。對，檸檬的季節也是2個月到3個月。採完之後，基本上就沒有什麼農忙了，對，就比較零散。那這段時間我就可以去籌備我的品牌、我的市集、我要銷售的東西。對。安寧這個係做一個農事嘅部分，安也講到陸下人聽數，尤其係人喺線上有嘅下來同聽數嘛。佢說線上這個有這個嘅工作，還係講天燈技術係在耕田啊。哦，他有自己的工作，他上班。沒有。對，他只有6日可以去田裡幫我，所以他把他休息的時間都拿來幫我做田了。嗰種也係幾講。會唔會有時間會想講啊？人哋都冇這個休息嘅時間啊，線上會同人講，冇做按3忙，我太缺冇。他會不會有安尼個唔判定按無限嘅時間？其實他是會捨不得，可是他非常支持我現在所有做的事情，所以他也是想說未來退休，他會跟我一起投入這個行業。哇！本人佢感動嘅，線上係為咧最大嘅靠山嘅吼。講多咗嚟，這個做一個品牌也好，從事一個農務也好，都更加已經3年了嘛，條都有講。那一段時間地背啊，這個有乜嘅體會啦吼，好嘅，本人有成就感呢也好，也係講有時間本人感覺到，哎呦，我好累哦，也係講挫折感嗰種嘅，睇下時間地都有發生過一道嘅事情嘛。挫折感還是會有啊，一開始的理念不一樣嘛，因為你像我做品牌，是不是需要很多包材，要設計很多東西，那些都是成本。所以剛一般老一輩的人會覺得不希望我投入那麼多成本在這裡，可是你要做品牌，你就必須要這麼做。對啊，所以一開始還是會有一點點爭執，意見不一樣的地方。同總批嘅人咧觀念冇相同，係用辦去說服人哋咧總批講，其實人哋更加現代哦潮流去按嚟做，人可以去從事按嚟嘅事情，用辦去說服佢哋啦。就是讓訂單說服他。本期公務行業佢都冇上時間去想到嘅部分咧。只要東西賣得好，他就不會擔心。其實他也是擔心，擔心投出去的東西沒有辦法那個回本。對，其實媽媽也是擔心啦。你讓他看到成績，他就會放心了。安寧人這個有做一個品牌，有做一定嘅行銷嘅能力咧嘛？你會唔會教下講地方上嘅公所也好、學校也好，這種團體去做推廣人這個品牌，順勢去攀一啲有關客家文化嘅發通啊？也會啊，像我們就是山林農會，我辦那個呱呱節，對，他就會希望我們這在地的小農去推廣我們自己的產品，對，像山林有一場很大的山林市集活動，也是邀請我們去設展，就是也是介紹我們的產品給來這邊玩的遊客，讓他們認識我們山林原來有這麼多很好的伴手禮。對。人哋推廣嘅時節，會唔會想到其實人哋也有客家嘅底蘊喺地背，人哋可以結合人哋這個客家文化，將一個品牌再度包裝也好啦，同其他嘅設計變到冇共用，有這個想法嗎？會啊，我想說，我現在已經在開始在加入一些就是城鄉的推廣，就是地方創生活動，我慢慢的就是往這方面發展，就是地方創生可以結合我們地方的產業、地方的小農，做個食農教育，就是讓它串聯起來，讓我們地方城市可以更活絡一點。嗰種開始一到嘅時節係冇基礎嘛，嗰種將專心喺這個品牌嘅經營，農產品嘅品質嘅提升，會不會可以有基礎之後，但慢慢嚟推廣個，人可以結合地方上嘅文化啦，聽說沙期嘅產業也就天天嚟做嘛，而家已經有一個想法，也真是在進行誒。對，因為你要讓人家認識我啊，因為我畢竟是新剛回去沒多久，很多人還不認識我，我是因為借由這些擺市集、參加公所活動，大家才慢慢看得到我們
有这么好的东西存在，所以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去多认识跟交流在地的，就是在地的一些县府那个区公所那些。就是长官同单位啦，做一些好好的交流，对一些交流，好好的有一些互动，我们之后才有办法再往就是地方创生，才可以更扩大。咱的倡导之行来到咱的节目底配啊，你拄好有一个青年的农民嘛，你可以用这个经验同咱的后辈，假使讲有兴趣而来加入一个青年农民行列的朋友，做一个鼓励有乜法可以同佢哋做一个建议，也係講咱這個品牌精神，也可以同大家來講一下。好，我们家的品牌叫优果多，是因为我们家的果园有非常多优质的水果，所以我们经过3个人的讨论才取这个品牌，就希望我们把我们家优质的水果能够推广给大家。你对後生朋友來講，這個有冇嘅同佢哋建議嗎？我希望說，想要返鄉幫忙的青農，可以去多上一下農業大學，多了解農業的基礎。你要先有基礎，再去投入，才不會花那麼多冤枉錢。真的，這個要有想法，然後去學習。然後最迷，一天會堅持下一種。對，一定要堅持，因為真的是你這走下去就是一條不歸路了。真的，一投入下去，你就要一直擴大，一直精進，不能一直停留在原地，要一直讓它想辦法可以讓它最大化。對，品質要更好，所以你會一直想要往裡面投入。有辛苦的部分，當然也有好的部分，知冇？對啊。觀眾朋友，今日啊，真是非常的感謝咱志涵來到節目底邊，唔單止分享的，乜個按到黃金果一種水果，甚至於講和順沙的小雞今日錄下的精彩故事哦。再一次感謝志涵，唔帶來咁精彩的分享，多謝你哦。多謝支持你，多謝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們優果多的品牌哦。好喲，做到更加有個個商業模呢，大家好來聽聽先生來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福建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喲。